完成 KKBOX 演唱會同見面祭，姜濤同姜糖都應該休息下。小編繼續努力揾見面祭精彩時刻同大家一齊回味。見面祭有兩個特別 sweet 嘅 moment， 姜濤嘅窩心體貼，7年如一日，獲馬浚偉特別鼓勵，留言話喺演藝圈工作，有好多人喜歡自己，亦一定有人唔喜歡，最重要係努力做好自己本分，盡咗力就已足夠，加油！呢位姜糖家足友留到最後一刻，得到姜濤主動抱抱，因此造就咗第二個 sweet moment。呢個突如其來嘅幸福，姜糖羨慕到不得了，恭喜你啊！仲要恭喜埋姜濤哥哥都認得嘅雪糕仔。雪糕仔，我要讀書啊！讀書加油 ，OK？ 讀書加油，讀書加油，讀書加油，讀書加油。唔好齋睇嗰啲啊！你記得讀書啫，唔好嘥太多時間喺嗰度。係啊，係。喂，慢慢唔開心啊！見面祭阿姜最開心見到好多親朋戚友。係。喂，咁炒啊！多謝你，封封大利是俾你個仔，使唔使？多謝你吓。係咪咁炒嘅嘛？多謝，呢個我女啊。外母你好，女婿你好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做姜糖都唔錯㗎，同佢玩又得，講土味情話又得。姜糖，你覺得拍拖麻唔麻煩？以後就麻煩你啦。有冇仔？我入嚟跟住。你知唔知啊？幾多點啊？幾多點？係我哋幸福嘅起點。Hi 阿姜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冇中指啊？因為對你個愛冇中指。阿姜，我都係姓姜噶，個名都係2個字，你估下我叫咩名？姜糖啊！姜濤啊，你夾公仔係咪好叻㗎？點解嘅？你夾晒所有糖糖嘅心啊！哇！毛頭可唔可以擺個頭落嚟啊？你覺得我 I 人定 E 人啊屬於咩啊？I 人定 E 人？ ？I 人。我係你嘅人。I 人。我係你嘅人。姜濤咯。姜濤咯。係咪睇得好開心？仲有3個好消息。唔好意思，阿姜你好啊！你幾時叫陳翠玲着新報俾咧？好快。今年會出，今年會出。第3個好消息係幾時會有歌唱啊12月。可唔可以講幾時會有歌唱啊12月。呢個消息好振奮，未知正確日期。之前有其他成員講過會喺12月頭開，咁姜濤會唔會係12月中呢？明年1月頭又係叱咤，到時點部署？辛苦晒海外糖啦！無論香港定海外糖，都希望姜濤對糖嘅祝願成真。預祝你順利買到 concert 嘅演唱會。多謝你。